我最想的回答模式是，我最想接问题问的类别，然后加上係乜計乜計，因為乜概念人。我们来试试这一题。台湾有青岛和老寮嘅素材，你最想求你为了，请简单讲出你认为上口嘅味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我最想求老寮嘅素材係花蓮，因为該位空氣最好、最爽爽，還有當好食嘅美食。再来练习一题，我最想。你最想做哪种头路？做乜嘅想愛做呢頭路呢？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我最想做嘅頭路係幼稚園先生，因为我去到照顾生意那當先生。我们再来多练习几种职业。我最想做嘅頭路係貨車司機。因为我當好視察，感覺萬年會求送貨當持有。我最想做嘅頭路係工廠師，因為我想解決問題，創造新嘅科技來幫助人。我最想做嘅頭路係護理師，因為我想照顧不平嘅人，本佢有較健康嘅身體。无论考生是男是女，都可以做任何职业，因为工作是根据你的能力与兴趣，而非男女性别。